有啲乜嘢嘅成因導致有長女病呢？可能嚟自一啲家庭嘅結構啦、社會文化影響啦。六大嘅長女特質，免費版講咗3點啦：過度懂事、唔願意麻煩人哋、閱讀空氣高手。其餘3個係啲咩呢？今年55歲嘅阿雀，佢為咗屋企要起屋，所以犧牲升學嘅權利。阿雀喺呢兩個細佬嘅人生當中，逐漸意識到自己嘅犧牲呢，可能其實係冇乜價值。家姐呢兩個字扣住咗我一個好長好長嘅時間。其實我仍然都係俾父母繼續用，因為你係家姐，所以你就要咁呢一樣嘢困住咗我好耐。有冇發現自己慣性地將所有嘅責任攬晒上身呢？唔係你嘅責任都怪罪喺自己身上咧。我知道長女好常喺外面都要表現得好堅強，但係喺心裏邊呢，其實我哋都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好好被理解。希望呢一集呢就好似一個溫柔嘅擁抱咁，去提醒你，你唔需要再一直懂事。歡迎嚟到閱讀路上讀書會，今日會繼續同會員朋友去傾下呢一本書《長女病》，傾下完整嘅6大特質，書入面嘅一啲療癒嘅方法，同埋一啲我自己好真實嘅一啲長女經歷。希望呢度可以俾到我哋一啲自由嘅呼吸空間啦。